好，咁嚟到元朗啊安佳駕駛學校啦。出市場位呢，咁就有少少斜路啊。記住睇清楚兩邊嘅車嘅時候呢，同時就留意翻個摩擦點要夠啦。咁呢度睇住啲大車呢，佢咬出嚟唔夠咬，加上依家我轉右呢個彎呢，咁啱有個田螺車喺度啊。如果迎面有車嚟，咁我直情彎都唔轉啊，喺後邊等一等，停一停先咯。留意腳 cam 啦，準備對面呢個紫色衫呢個小姐跑得出啊。對面一有車呢，會即刻影響我啦。埋翻去啦，即刻。就算唔使做出都要做入㗎啦，呢個有少少突出嚟都要做出啦。嗱，呢度有少少陰濕㗎，因為最後嗰個紅色旅遊巴擺過界啊嘛。咁如果對面有車，當然就唔出住啦，頭先要停㗎啦。呢陣燈有感應啊，記住停貼少少咧，如果唔係踩唔到感應，有排都唔轉燈啊。冇乜問題咧，斑馬線前最好就唔好衝三波啦，二波行30度啦。等同學準備咯，嗱又係騎正中間兩邊望，冇車。第一個路口貨車讓我啦，佢唔讓啦，佢唔讓落翻一波啦。單車小心會踩出嚟，佢會踩出嚟嘅單車，要處理噶。二波迴旋處嗱，第一個路口出咁就轉左燈啦，冇車啦，睇到啦，直入啦，呢啲唔使刻意停啦。咁呢個彎咧轉左之前睇住會有對面嘅車騎線出啦，所以一般我哋靠左少少啦。咁睇住個路口轉左啦，呢度。咁啊轉翻學院咯。另一條路線，第二條路線轉到出去有死車啦，嗰個安全島同死車嗰度咧頂到幾窄下㗎，塊尾板又要落埋咧，都幾危險㗎呢個位。呢啲咁窄有尾板做翻一波啦，如果唔係啊，成把刀咁利啊！一有機會有一腳有3波，咁唔使等佢扭嚟扭去，因為佢反正都好窄啊個位。下頭啦。但係呢架紅色已經有啲問題啦。嗱，如果我依家一出就肥佬啦，我有少少陰濕㗎呢個位，準備轉左，左鏡 OK，右鏡都得，望左轉左。嗱，有個死車咯，對面未出得住，咁就係咯，好多呢啲㗎呢度。呢個路口未轉住嘅掘頭路嚟嘅，下個路口轉左，預翻位置3波，去到30，去到28、29、25，落翻2波，望左，另一擰頭轉入去。嗱，呢個方向咧圍住個公園咧多跑步人㗎，跑步人會唔會跑出巴士嘅右邊呢？迎面嘅車過單車會唔會過嚟我呢邊呢？睇住啦，嗱，跑步人會跑巴士右邊啦，不過佢見我嚟跑巴士左邊啦，擰頭，咁我就出啦依家，係啊，望遠啲，就跑步人啦，2波，打右望右，另一擰頭，一講完好跑，即刻轉個頭去跑步人啦，望左，另一擰，嗱睇住啊，望遠啲啊，係啊。跟住考官話考完就熄時入翻一波，如果自動波嘅朋友就停好手掣 P 波，阿 Sir 話考完咁就熄時，咁就 OK 啦。第3條路線嗰度準備轉右，我會停定啊。呢度記住要落翻個手掣摩擦點啦，因為有可能會留後啦。呢度又有單車啦，落翻2波啊。嗱，而家個單車走咗就好啲啦。如果佢喺我旁邊陣間，你要諗下開唔開車住啊？好，準備開得，兩邊望走得，轉埋個2波先。大灣世態啊，望右另一擰。啲路咧比較多單車啲啊。嗱，呢度直路一條，想轉3波，但係呢度2個3波，一來一回走唔甩嘅。斑馬線之前記住收慢，無論冇人都好，有冇人都好。嗱，前面跑步人又係頭先嗰個姐喎，一模一樣，我跑咗一圈喎應該。同我一樣，我行咗圈，佢又跑咗圈。嗱，呢次頭先呢個阿姐望到我嚟，佢就唔跑右邊啊嘛。同一條路線，同一個位，同一個阿姐，同一個駕駛者，一次就過阿姐，一次就唔使過佢，佢自己跑走咗。路夠闊啊嘛。咁但係唔好忽視啲跑步人喎，多嘅喎都。元朗嘅安佳駕駛學院嘅第3條路線啦，俾大家參考。加入網課網頁嘅全部影片都有得睇啦，咁啊睇住嗰個影片目錄啦，同埋網課嘅 QR code 啦，大家可以參考。